屋企係安居生活、創造回憶嘅地方。我哋而家改革緊安老服務，等民眾可以接受所需支援，喺屋企安居。澳洲政府新推行嘅 Support at Home 計劃，將會幫助長者獨立生活，喺屋企享受更長歲月。Support at Home 將取代現有嘅 Home Care Package 同埋 Short-Term Restorative Care 計劃，由統一計劃確保民眾有需要嘅時候獲得所需服務，喺屋企安居。民眾如獲批核，可以喺日常事務，例如清潔、園藝、購物、備餐方面獲得支援。民眾亦可以接受臨床服務，例如護理、物理治療、失禁護理等。如果有更複雜嘅需要，可以獲得更高層次嘅支援，協助喺屋企生活。短期服務都可以滿足民眾需要。Assistive Technology and Home Modifications 計劃協助獲取產品、設備、家居改裝等，支援民眾喺行動、家居事務、通訊等需要。Restorative Care Pathway 將有助長者保持獨立生活，繼續享受日常活動。End of Life Pathway 為臨近生命晚期嘅人士提供額外支援，俾長者盡可能喺屋企生活。如果現正接受 Home Care Package 服務，就唔需要重新接受評估。服務供應商會安排過渡去 Support at Home 計劃。服務供應商會審核照護計劃同埋安排簽署協議。年紀漸長唔代表要離開屋企接受照顧。Support at Home 計劃俾你留喺最舒適嘅地方生活。如果想了解詳情，請同 My Aged Care 聯絡。Support at Home 助你喺屋企獨立生活，享受更長歲月。